若继续来看这件大家真注目的新闻，台中市继承着5亿的不动产的高中生，予26岁姓夏的地政助理带去登记同性恋结婚。婚后2点钟，高中生就伫这个姓夏的地政助理的厝坠楼死亡。因为这个案件有真侪疑点，检调已经介入侦办。 早起的10点，第一届来召开着侦查庭。这个姓夏的男子甲伊的爸爸做伙出庭来说明，身边阁有6个刑警来陪同。警方是私底下来表示讲，这个死者甲姓夏的男子是今年的年初来熟识，熟识时间无算真长。这个命案是毋是甲继承着房地产有关系？爱阁进一步了解。 对，是他。9点58分，有6个刑警陪同下，姓夏的爸囝来到台中地检署接受检察官复讯。要不要讲2句话？夏先生，要不要讲实话？面对记者问话，姓夏的爸囝全程都无讲话，予法警带去侦查庭。道歉要说什么？我们道歉。台中18岁高中生继承家族5亿的不动产，9月初4和姓夏的查甫人结婚后2点钟为楼顶栽落过身，死者妈妈怀疑是保灾害兵。 甲姓夏查甫人各杀人罪，死者妈妈要求检方鉴定后生敢是捡害死，调查相关的通联记录、各现场证据。法医高大是嘛提出真侪疑点，亲像为10楼栽落来，敢若断手骨，栽落的所在草坡黄气冷气，敢若是捡吸毒品。案发现场2楼露台，死者倒的所在离厝收近，嘛要调查死者的指甲有可能有残留 DNA。我在考虑是不是他是利用他吃下毒药朦胧状态。 把他带到差不多这2楼这附近，再把他丢下来。夏先生爸爸讲，因为做土地大师，和死者因兜熟识，昨日透过电子批发表声明，伊讲多谢关心，咱一切拢配合警方厘清事实和问题。若这件代志，因为已经进入司法的调查，今嘛嘛无方便去讲。不过警察私底下讲，死者房产真侪年前销售过户，和姓夏的查甫人是伫咧今年初熟识。这件命案敢有甲继承房产有关系？还阁继续调查。 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